手背的啦，拿那个硬币或者是刮痧板刮那个手背的啦。中指的左右边有看到青筋吗？跟脑血管硬化有关呢。哦，真的有看到青筋呢。有的往右，有的往左哎。往右的是大脑右侧，往左的是大脑左侧呢。脑血管硬化了呢。哦，入冬以后都要刮一刮呢。或者用那个直接按摩手背，按摩血管，按摩中指是心脏啊。有什么征兆？血栓之前5天到10天，哈欠呢，一直打哈欠呢，哈欠连连呢。还要注意喝水，老年人不知道口渴，要补充水，安排睡觉前要喝，早上睡醒起来要喝，半夜有起来尿尿的，尿完以后要喝，要补充水分哦，这样血液才不会那么粘稠，才不会造成那个什么脑部血栓呢。